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海军今仔日证实，讲咱的中号级战车登陆舰伫台湾海峡甲中国一个渔船相会弄，海军舰队指挥部嘛做出着回应。于27日动动38时，在台中港外海约45里处，限制水域外9里，与中国籍渔船闽年渔61.56发生擦碰，双方人员均无损伤，舰艇受损部分不影响航行安全。加在这个军舰受损，并无影响到航行的安全。也有军事的迷将也点出着航行的分野图，讲两只船下龙的位置已经是伫个海峡中线以东，也就是讲中国一个渔船甲咱食过界路。针对这个事件，海军舰队指挥部进一步来表示，讲这个下龙的第一时间，就已经协请到海巡署的舰艇到场协助搜证调查，他来厘清到后续责任的归属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